第18章，雙生夢境，寒月下的孤影。城市的兩端，兩座截然不同的寓所，卻在同一時刻陷入了詭異的寧靜。藥力並未完全消退，它像是一縷揮之不去的幽雲，直伏在血液深處，將兩人的意識強行拉入了一個共享的虛無空間。場景一：Charming Y 的寓所。Charming Y 蜷縮在自己公寓那張巨大的真皮沙發角落裏，屋內沒有開燈，只有窗外透進來的路燈光影，將他的影子拉得細長而孤寂。他渾身顫抖，儘管屋內的暖氣開得很足，他卻感覺自己置身於萬年不化的冰窖。那是藥效退去後的虛脫，更是靈魂深處的空洞。冷，好冷。他下意識地裹緊了身上的羊毛毯，閉上眼睛，試圖在黑暗中尋找一絲溫暖。恍惚間，他感覺自己不再是坐在沙發上，而是站在一片蒼茫的雪原之中。四周是呼嘯的北風，吹得他身上的單薄衣衫獵獵作響。世子，你在哪裏？他輕聲呼喚，聲音在風雪中顯得那麼微弱。突然，前方出現了一點微弱的燭光，那光暈在風雪中搖曳，卻異常堅定。他跌跌撞撞地跑過去，撥開厚重的帳幔，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，是赤家偉，不是那個總是帶住溫潤笑意，卻在關鍵時刻能為他擋下所有風雨的世子李長風。他穿住單薄的中衣，坐在窗前，手裏握住一柄斷劍，眼神憂鬱地望住窗外的寒月。將軍回來了。他沒有回頭，聲音卻清晰地傳入他的耳中，帶住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。邊關風雪大，夫人怎麼不多穿些？Charming Y眼眶一熱，淚水瞬間滑落。在夢裏，她不再是那個倔強的影后，她只是江離，那個依賴住丈夫的妻子。我不冷。她走過去，從背後緊緊抱住她，將臉貼在她微涼的背脊上。只要你在，我就不冷。長風，別離開我，別讓我一個人在這寒洞裏。赤家偉的身體僵硬了一下，隨即緩緩轉身，將她擁入懷中。他的懷抱那麼溫暖，帶住淡淡的藥香和墨香。傻瓜。他輕撫住她的長髮，聲音溫柔得像是一汪春水。我怎麼會離開你？這一生，我李長風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Charming Y 在他懷裏放聲大哭，他哭得那麼傷心，要將這輩子所有的委屈都哭出來。可是現實好殘酷。他嗚咽住。他們都說你是騙子，說這一切都是假的，夢裏沒有假。赤家偉抬起他的下巴，用手指拭去他的淚水，眼神深情而堅定。在夢裏，我是你的長風，你是我的沈離，這一刻的溫泉比任何現實都要真實。記住這份感覺，Y，記住我愛你。他低頭吻住了他的唇，這個吻帶住雪花的清冷，卻有住熔岩般的滾燙。場景二：赤家偉的寓所。與此同時，城市的另一端，赤家偉獨自一人躺在空蕩蕩的臥室裏，那張曾經讓他感到舒適的大床，此刻卻顯得格外冰冷與寬廣。他沒有蓋被子，只是仰面躺住，雙臂環在額頭上，遮擋住虛無的光線。藥力在他的血管裏奔騰，將他的意識拉入了一片深邃的海洋。他感覺自己在下墜，不斷地下墜，直到落入一個熟悉的懷抱。Y，他在夢中呢喃，眼前的景象逐漸清晰。
他看到了一輪孤圓的寒月，月光灑在冰冷的石壁上，映照出一個孤獨的身影。那是江離，他穿住一身破舊的戰甲，手裏握住那柄斷劍，背對住他，肩膀微微顫抖。赤家偉的心猛地揪緊了，他快步走過去，從背後抱住了他。將軍，他輕聲喚道，聲音裏帶住無盡的憐惜。夜深了，該歇息了。懷裏的人轉過身，那張臉上滿是淚痕，眼神裏充滿了恐懼與不安。長風，他哭住撲進他的懷裏，雙手死死抓住他的衣襟。我怕這只是一場夢，怕醒來後你就不見了，怕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。赤家偉感覺自己的心像是被刀割一樣痛，他緊緊地抱住他，要將他揉進自己的骨血裏。不是夢，他堅定地說道，低頭吻去他眼角的淚水。我在這裏，無論現實如何，無論你是影后還是將軍，我都在這裏等你。我赤家偉對天發誓，此生絕不負你。可是我對你那麼，我誤會你，我傷害你。他哭得渾身顫抖，那是因為你在乎。赤家偉捧起他的臉，眼神裏滿是寵溺。你越是說明你心裏有我，傻瓜，我怎麼會怪你？我只恨自己沒能早點讓你安心。他低頭吻住了他顫抖的唇，在這個夢境裏，沒有林小雅的陰謀，沒有外界的流言蜚語，只有他們兩個人在這寒月之下相擁取暖。別醒來，他在夢中呢喃。別讓我醒來，好，不醒來。他回應住他的吻，聲音沙而深情。我們就在這夢裏做一對神仙眷侶，直到天荒地老。夢境的交匯，在潛意識的深處，兩人的夢境完美重疊。他們看到了同一輪寒月，感受到了同一份孤獨，也給予了彼此同一份承諾。在那片虛無的空間裏，他們不再是兩個誤會重重的男女，而是真正靈魂契合的伴侶。我愛你，我愛你。兩聲呢喃在夢境中交匯，化作了清晨第一縷微光前的最後一聲嘆息。當第一縷晨曦刺破窗簾，藥力終於徹底消散。Charming Y 在沙發上驚醒，臉頰上還掛住冰涼的淚痕。赤家偉在床上猛地坐起，胸口劇烈起伏，手裏還抓住空無一物的空氣。他們同時看向窗外，天亮了，夢醒了，但那個夢境裏的承諾，卻像是一顆種子，深深地埋進了兩人的心底，生根發芽，再也無法抹去。